欢迎收看今日的福喜来咧，我係澤維，恭喜恭喜哦！今日年30吼，算時間，你下大家都無限七七的吼。我細時間，你下隻時間，我抱出來講，夾去洗身，等下洗好身吼，愛食飯咧，唔安尼名來名去。故所講，你下隻時間吼，攏當到阿婆啦、阿姨啦、阿伯啦吼，姐姐講哦。無限的哈，新年快樂，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新年大發財。唔過咧，今日節目都特別咯，你按無限，還能看一下樣板講咧，年30個、初一啦、初二你要去拜年，你禮盒準備好了沒有？還忙準備的朋友，一聽到看今日的節目，先來看2團樣片出題咧。暗號的電路，我去那邊買。來歡迎今晡日的特別來賓，花東菜市集彭玉榮先生。大家好，我係彭玉榮。你好，你好。玉榮，你是哪裡的客家人？我是花蓮吉安福興的客家人。吉安，哎呦，我們算半個同鄉，是不是？我比較好奇一下，那個花東菜市集怎麼來的？就是我們回鄉的時候，其實就是想從事農業相關嘛。那其實農業跟菜市場就是最相關的，最貼切，最貼切，就是想要取一個比較鄉土味的名字。因為我們一開始會知道說菜市場就是菜市場，市集就是市集，可是你把菜市場跟市集加起來，感覺很豐富，對不對？對，就想有點不一樣的稱呼。對對對，你要不要介紹一下剛剛一開始影片？這個是我們今年花東菜市集跟有一個做印花的印花樂布的品牌合作推出的禮盒，它外面我們就是用這個台灣本土的鳥類烏秋的圈圈，形成一個團圓的意思，這樣。是，而且圓圓滿滿的感覺。對，然後用一個喜氣的粉紅色。那盒子裡面呢，就是用這個牡丹花做圖樣。然後這個牡丹花做圖樣，我們看一下，看一下，天師給頭前的朋友看一下相片，哇，還不止這2個哦，還有好多的不同包裝的禮盒，設計感的禮盒。對。是說特別今年在過年設計，還是說我們一直都有？今年就比較特別，就是做了這個外面的彩色的包布跟牡丹的盒子。是，因為剛才那個這個包括團圓。牡丹也是代表這個富貴吉祥的意思，所以打開以後裡面就是有我們準備的，就是你們的一些禮，像裡面都是我們花東的原物料做的，像有這個山豬壞壞的玉米棒，然後還有用我們花蓮的柚子有機文旦柚子的皮做的柚皮糖，還有我看到那個發生，等下再來聊這個。我比較好奇，你年紀很輕吧？今年30出頭，30出頭，照理來講，大家都會想說我要到都市裡去打拼。是，你算是青年返鄉的一個代表，對不對？不敢。你原本做什麼？原本在台北當記者。記者。對。哎呦，文字記者是不是？然後在記者的，你原本學的是什麼？我在台大的時候念的是生命科學。生命。對，其實你的人生真的很特別啊，生命科學。那研究所呢？沒有，我沒有念研究所，就退伍以後就直接。退後直接來當記者，就當記者。對。那你當記者當了多久？大概4、5年左右，就是一開始在天下雜誌，是，然後後來離開以後，在一些獨立媒體。是。那你怎麼會有一個想法，什麼想要回鄉，而且做的跟你之前的工作都完全不一樣？其實，在上班的我們的家族啊，我的叔叔阿爸他們，其實都有從離開花蓮以後都有白手起家創業。爸爸還客家人，對，爸爸客家人哈。對。
然后叔叔伯伯他们创业都有一定的成绩，是，那也蛮鼓励我们晚辈后上可以出来做自己的事业。而且做事业有很多的选项，但是你却选择的是回乡，回到自己家里。对不对？然后因为你觉得说爸爸叔侄辈都有自己的事业，那你为什么会特别挑这个呢？其实回到花莲以后，我们就在想说，花莲的产业不外乎就是观光啊，矿业，那再来就是农业了。对，那刚好我在有一段记者生涯是跟农业比较相关，所以就从这里想回乡，从这里着手这样。所以就种下了这个心中的因子，就觉得说，好像回家做农业这件事情。好像也不错，对啊，就是可以呼应自己过去的经历。今天现场啊，来讲哈，公演出爱吃东西，我很难得可以碰到可以试吃的，我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这不只是包装很好看，而且你们的这些甜点也好啊，饼干也好，看起来都非常的好吃跟健康。我先来吃一个东西好不好？因为我刚刚一直以为它是那个什么叫什么？对，芒果干之类，很像芒果干。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秘制柚皮糖。柚皮糖啊，对，因为一般来讲，柚子皮大家都是剥掉，对，戴在头上的啦，或者是这柚子皮，我先吃一口。可以哦。前面甜甜，然后可以尝到文旦的香气在后面。这个很小时候的味道，就是前面很甜甜的，然后中段就出现了那个柚子皮。我们在扒柚子的时候，不是会有一些油啊，那个香味弥漫在空气里，然后整个散开在嘴巴的时候，你知道很像回到乡下，跟我的阿婆聊天的时候，或是跟长辈聊天的时候会吃的那个东西，然后有一点冬瓜糖的那个口感，对不对？做法是很类似。这你怎么会想要研发这个？其实。每隔几年，然后花莲的那个有机的文旦柚子常常就会滞销，因为采收的白露跟中秋会很靠近。对，那个时候会有台风对，然后再加上有时候台风来会有就是常常会文旦就是要么就是太多，对，那就不知道怎么办。那有一年我们就跟合作的农友，然后还有里仁、慈心他们一起讨论，找了加工厂来。就觉得有机的文旦它的皮其实是没有农药的。对。那其实，在古早老人家都会使用。有，我小时候我看到他们会把皮，就是剥完之后晒干。对，可以。譬如说泡柚子茶。对。或者是拿来做一些，譬如说甚至它驱虫，它都有那个功能。对。那可是这个应该很难保存吧？对，它就需要很好的技术去把它杀青，然后再用糖慢慢去蜜它。对，因为我竟然吃得到那个。甘味，对，你知道这种其实吃起来是会苦的，对，那为什么没有苦的？因为它有经过一道手续，把它那个杀青，把苦涩味去掉，对，但是又不能去得太过头，去得太过头以后，它的柚子的香气就没有了，对，而且也不能太甜，我觉得这个过年吃其实蛮健康的，对，饭后因为我很怕很甜，对不对？那你们的糖啊，这个当初有没有失败过啊？就是说在调这个，有啊，其实我们一开始在杀青的拿捏不好，所以就做了一整批，然后都太辣对，苦涩会辣，然后因为那个不是糖可以压得住的，对，它是精油。那后来呢？那后来我们就慢慢调整，然后把辣度降一些，然后也让它的口感更软 Q 一些。对耶。但是很好玩，后来有很多人就打电话来问说，那你之前那个辣辣的还有吗？辣的，因为大家印象中会觉得是辣的，对。有些人喜欢吃辣的，他就想买比较辣的。对，其实你们也可以做这样子就是分区嘛，就喜欢辣的我们就来这边，喜欢不辣的柚子糖可以做辣跟不辣也蛮有趣。还有一个我觉得正方的，我觉得蛮好的。这代表呢，公演时节色利亚哈，就像我们吃的这个黄金百两一样，这感觉是大富大贵啊！有没有很会说要找我代言吗？我来吃一下，这个是法式软糖。对，所以你们在包装在卖的时候就是这个大小嘛？对，在礼盒里面它就是这个大小，一颗有一个。然后这有很多种颜色。代表很多口味，对，有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土凤梨，土凤梨。对，那红色的呢？红色是红肉梨，红肉梨。对，那比较深的颜色的是桑葚跟洛神。我先来吃这个叫做土凤梨，对，这凤梨味也太浓了吧？对，因为土凤梨它的味道就是非常的饱满。一开始吃的时候，它有一点甜味，它后面的那个酸是可以顶住那个甜，然后让你的口水就出来了。
它很像我们小时候吃那个软糖，3个颜色，绿色那个口感，老实说口感。可是我觉得你加了当地的农物之后，我觉得这个可以变成国宴料理，因为它不会很腻。对，然后吃得到水果的原味。对。这个应该花了很多功夫。那这个法式软糖的故事，它其实也是我们就一直在试说，台湾的或者说东部的水果可以怎么样的加工。然后其实像我们在做柚皮糖或其他的糖渍，它都会有很多糖液。对，其实我们就一直在苦恼说这糖液可以怎么利用。因为你知道花莲其实也是之前有糖厂嘛，对，它很多甘蔗啊什么，像我们住那个吉安那个玉里那边很多啊，很多甘蔗糖厂，然后还有水果也很多。对，那可是这个东西。它其实你必须要保持水果的原味是很重要的。对，然后呢？所以我们就是请厂商他们用比较就是水果的比例用最多，是，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甜度不要太高，你就比较能够吃得到水果的原味。然后再加上它的外层，我们没有用糖粉，它是用木薯粉，所以热量也是比较低。对，就可以兼顾健康跟风味。这就是我们后来在加工上面很坚持的方向。所以在每一样不管我们看到的糖果也好，或者是我们看到的花茶也好，对，像这是洛神，对，洛神蜜饯。这个呢？这个是小油菊花茶，小油菊花茶。对，然后这个是果酱咯，这是香丁的果茶酱。哇，就是那个瓦伦西亚、巴len霞。我知道，这个都是花莲当地很重要，花东对不对？很重要的。吃了这个甜在心的感觉哈，你吃到后生的糖健康以外还好看。等一下再来问一下我们胖先生哈，我们在这过程里面跟农民的互动上面，还有什么有趣跟感人的故事？莫这块放起来，待会见。年30强勇爱看放起来，我係就位，今日嚟要介紹大家。买点入的时间有懂好的选择，欢迎我们花东菜市集的彭玉荣。大家好，我是彭玉荣。哎呦，我刚刚讲你听得懂客家话吗？一点点。我刚刚讲按后上的朋友，客家话虽然讲冇讲到按章，也唔可以讲，不过应该会谈的是要听得懂哈。爸爸是客家人，我们刚刚前面聊很多，也吃了很多，我要说的是，我到现在啊，嘴巴的那个余韵还在。那个余韵就是我们刚刚吃到那个柚皮糖，对，它那个微微的辣度还在，它一直在感觉好像顶你的那个舌头的感觉，我觉得挺厉害的哈。不过这么好吃，我们现在吃起来这么甜，什么叫做先苦后甘呢？一开始一定有经历一些挫折，对不对？对。我们来聊一聊，一开始你返乡创业的时候。这个农民对你的态度是什么？其实一开始我们想做的是生鲜啦，就是叫菜市集嘛，就是想做比较新鲜的蔬菜、生鲜啦。对，我来糖豆神鲜，比较生鲜一点的。对，蔬果类是。但是后来其实发现，其实真的蛮难做的。然后怎么说？因为生鲜的蔬果它在运送常常会碰坏。然后，对，然后我们刚开始做量也不大，所以对很多农民来讲，就是又要配合我们，等于有点帮忙我们啊。然后我们又常常这边碰坏那边碰坏，客人也觉得可能有些水果不是这么的完整这样。因为做生鲜又不是大量的时候，其实就会，我觉得那个都是在耗成本。对不对？所以就第一年就跌跌撞撞，然后也很多农友也很客气啦，就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那时候其实就蛮挫折的。但到了第2年，我们就想说，也许。第一集就是生鲜没有这么容易，也许我们试试看，就转一个方向，对，做加工。对，那就发现说，其实第1集的生产已经很多人做有机、友善，各式各样的方式。可是到了加工，好像大家心目中就是加工厂，好像没有人去区隔说，可以做风味比较特殊，比较健康。我们就从这里找到了自己的路，就着手了。对，所以就慢慢的从生鲜转到了加工。那你还记得你做加工的第一个产品是什么？我们做了一个香水柠檬干。对，然后香水柠檬，对，就是长长的那种，没什么水。对，然后其实以前农民常常就觉得没有价值，就会因为没有水嘛，台湾人想吃柠檬都想要有水，对，所以就有农友教我们说，你可以把它低温烘干。然后冲泡，其实对上班族来说就很方便。对，就是我带着走也方便，然后我要喝马上又可以喝，而且香味又够，又很天然。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
就走出了这个加工，对，就觉得说，可以透过低度加工保留它的风味，然后把这些比较原本没什么价值的农产品变得有价值，对，摇身一变，然后就开始一开始现在也流行契作嘛，对对对，往这个方向走，也帮助农民。对，就是像举例来说，像我们今年这个山猪坏坏的有机玉米哦，就是跟花莲的奇美部落契作哦，对，因为这个名字看起来就很特别的，可以讲山猪坏，山猪听起来就是原住民嘛，对不对？然后坏坏的意思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是用友善或有机的农法栽种，所以就没有撒农药。所以就有很多猴子啊，野生的动物会去吃，对，然后还有山猪会来地上打滚，因为土壤里面有很多很肥的蚯蚓，对，然后山猪很爱吃那些，然后就会翻，对，就会翻，就把那些玉米田都破坏光光。然后那里的阿美族他们就很乐天啦，就是虽然田都被破坏光了，然后就也只是骂一两声，觉得山猪很坏，坏这样。哦，然后就取了这个，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就取它这个口音，就很可爱这样。然后里面就是玉米棒，就是用玉米。怎么那么好？我接了福气这么多年了，就第一次可以这么尽情的吃东西，念三声，除了吃东西，我可以拆开来吃。可以，这是里面的包装。那这个包装里面有几条？有17根的玉米棒。对。然后在制作上面，当初有没有碰到困难？有啊，其实我们在决定它的口味的时候，一开始也有想过用酱烧，然后也有意式风味，但是怎么试都觉得好像不太对。而且在市场上其实有很多在卖玉米棒的这个产品，对。然后也想过做甜的，那最后我们决定用这个有一点点辣的，它有胡椒的味道，对，胡椒椒盐口味，然后它的它有分口味，椒盐还有什么？我们目前第一支就是椒盐，哇，但还有带一点点的甜味，真的吗？对，我要吃喽。而且我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在看那个玉米卷的时候，通常是圆筒圆柱形，对，那是扁，这是扁的，对。里面没有包东西吧？没有包山猪肉，这是纯素的，纯素，而且它不是口水要流下来。它的外面那个很绵，对，然后里面是脆的，对，里面是脆的，这是我们比较少吃到口感，因为一般的口感都是比较一致的，譬如说就是脆的，对。可是外面是绵的，然后它会吃掉你的那个，就是外面的绵部分会吃掉你的口水，对。但是你吃到脆的时候，它口水又来了，对。然后玉米味道蛮浓的，对，就是玉米味道，它不是像一般胡椒味或香料味很重的。果然呢。你真的是玉龙坏坏哈，这个真的很好吃，所以这也是在我们这个系列里面你可以选择。对，就是它在我们的礼盒里面有一颗比较漂亮的礼盒装，里面就有10根，坏坏。那你还记得第一次合作的对象是谁吗？我们那时候其实像桌上的这个紫锥花，其实也是我们最早合作的农友。他也有来上过福气来的哦，真的假的？对，是我厨师吗？应该不是，应该是别人。他也是我们吉安的那个客家人，他也是返乡种像丹参、姜黄、当归、紫锥菊。对。跟乡亲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是紫锥花好。紫锥花其实是它源自于北美洲，以前北美的印第安人他们都会在野外受伤就会。拿那个紫锥的，把它咬碎以后涂在身上，对，所以它愈合。对，它其实是一种药草。它后来在台中农改场跟中兴大学研究下，有在台湾引进。是。那目前在花莲的吉安跟在凤林都有2个农友在栽种。然后我们是跟吉安的这个返乡的青年去做这样。是。然后我们看到影片上这就是紫锥花，对，我想依琪应该喝得很开心。它其实就是像欧美他们在伤风感冒都会赶快泡给家里的小朋友喝。它其实是有一点舒缓花草上。那其实你看现在有这样的成绩，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农友们对你们应该都是持怀疑态度，对不对？就没有这些东西之前。对，因为他们觉得你是诈骗集团。也不会啦，其实就是要展现自己的那个诚恳嘛。然后其实他们因为觉得你就白白的，然后看起来就不像是务农。对啊，你看起来是不像啊，因为务农不是要黑黑的嘛，然后还得要平头，还得要很认真的，还会有muscle 之类的。他就觉得你懂什么农产品。对，然后呢？其实那我们就也没有关系，我们就试着做了以后。
把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再带回去给农友试。那你还记得第一次跟农友沟通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语言跟话术让他相信说，我可以让你的作物变成一个不同的产品？像这个紫锥花，其实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就讨论说，怎么透过比较好的日晒的方法，让它的紫色可以留着。哦，对哈，就不会烘得过头，然后看起来就好像仙草，或者是就没有这么漂亮。因为一般我们在烘或是让它就直接晒嘛，对，就会过头。过头。对，它的卖相啊，或是它的风味就会有点改变。所以其实就透过这种专业，然后让农友可以看到说，透过这样的改变，其实可以让它的卖相或是卖价都提升。对。那所以我们就用透明的包装，然后再用比较精致的那个设计。是。其实农友以前农友比较难接受说，哇，原来是那个贴纸设计这么贵啊，对，然后我还要自己精致的盒子。一般来讲是这样子嘛，对，譬如说，他会觉得说啊，我不就塑胶袋包一包，然后绑一下就好啦，大不了贴一个贴纸。可是现在不只是那样子，我们有一个很棒的罐子，这罐子不只是好看。我相信它也保存了它原有的风味，它的密封性对不对？然后再加上这个贴纸，再加上所有的设计，那你们怎么说服他说，我干嘛要多花钱啊？我搞不好里面卖的东西都付不了这些钱。其实我们后来就是用契作的方式，用比较好的价格收购，然后由我们来做整个包装的改变。但是我们还是会让在网站上或在商品上面，让消费者知道说这个农友是谁。对，所以等于我们把后面的成本 cover 起来，然后让他看到说这样可以让他的售价跟销路更好，对，他就更有动力去扩大他的友善栽种，而且让他的产品能够增值，对，就是跟一般不一样，加值就对了。对，那你还记得他们第一次拿到哇，我的紫锥花茶变这样的时候，你还记得他们？有啊，就很惊讶，然后而且像我们开始在成品销售，就跟其他那些比较高档的商品放在一起，他们也就是与有荣焉，对，就哇，我这么辛苦种的东西可以跟。这是包装，对不对？对。那如果说你有让他们尝过你们加工，就靠着他的作物加工之后，你们的产品给他吃了以后，他自己吃完的感觉是什么？像这个洛神蜜饯啊，是，其实我们的做法就会是比较低糖，然后风味保存的比较好。那他们原本的做法就太甜，对，还有那个酱在里面，对不对？所以他们在吃到以后觉得，这真的是我们部落的洛神吗？就会很意外，就感觉是两个东西，新鲜的洛神跟我们做出来的，对。而且他可能会觉得保有那个原始的风味更好了，对，而且更能够保存。对，但是其实中间就需要花很多食品的专业，怎么拿捏那个采收跟加工的很多过程，所以我们的团队就一直在这上面花苦功。所以从一开始到现在已经几年的时间？目前是第4年，3年多，哇。你看3-4年的时间，彭先生用办农民的沟通，用办做出所有安好看的电路嘞。等下转来还有海豚，而且好好的跟你聊一聊花东菜市集所有的喜怒哀乐。待会见。玉蓉啊，刚刚聊到很多，就是说4年来有这么多的甘苦，对不对？现在有这样的成绩，当然了，我知道你还在继续努力中。不过2015有一个很重要的艺术授粉计划，对，这个是什么概念？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活动好不好？其实就是源自于刚刚我们说，其实我在跑的过程就发现说，农友或农民他们对于包装，其实是一方面觉得很重视，但一方面又不太了解。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跟很多设计师合作，是他们也意识到说，农产品需要好的价值跟包装，所以就有一个想法说，可不可以把这两者媒合在一起？所以就刚好那时候有一群朋友，他们都是设计师，就是现在他们也都在大稻埕经营一些很有趣的小店，那他们就也找了一下他们的朋友，那我这里提供我们合作的农友，我们就把设计师艺术家送到农家去住几天。让他们去真真切切的感受一下农家的生活，跟他们的所谓的生态跟环境。对，让他们互相更了解。因为过去我们常常遇到农民说，哇，怎么作为一个贴纸就要那么多钱？而且有时候透过你沟通，不见得比他们亲自去体验来得快。对不对？那换一边，其实是设计师常有时候不了解农民，他们其实没有这么细致的或这么多时间做这么仔细的包装，然后就会觉得说啊，怎么一个
一罐黑糖就这么贵，就是互相不了解。那通过这个计划，我们就比如说有一个冯奕彻插画家，他就到我们武赫瑞穗的武赫的吉林茶园，是吉林茶园，对，他们也是客家人，然后他们就发现，你一边在说，我们这个电视荧幕上看起来，我一直被吸引住，因为真的很精彩耶，它其实是一个会让你的精神也好，或你的感官也好提升，对不对？对。好，你继续讲。他像冯奕彻就到吉林茶园，他就看了整个从采收到萎凋，然后到烘焙焙茶整个的流程，然后用一张很大的作品把它呈现出来。是。那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农友他们也看到说，哇，原来一个艺术作品不是这么容易，对，不是随随便就设计出来的，也不是说我们印一下贴纸就出来了。对。那另外一个是有一位那个苏一涵，也是设计师跟插画家，他就到也是瑞穗的弥勒果园，也是一个返乡的有机果园。对，返乡青年回去帮爸爸妈妈照顾果园。那苏一涵他就在整个过程里面跟着他，每天就套袋，其实是很重复性很高的工作。他就意识到说其实返乡务农不是这么浪漫的，其实有很多很艰苦的，或者是现实中必须要去克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会讨论说，为什么水果的套袋都是白白的？对啊，不能够比较有，不能够有彩色啊，对，什么颜色，让这个环境也看起来能够开心一点。对，那农友也觉得，对啊，从来没想过，但是他也会想说，会不会那些彩色的涂料对他的有机水果会有影响，或者它的水果的转色会有影响，所以就有很多对话在这种激荡里面发生。所以我们就形容我们自己的角色是像蜜蜂授粉这样。所以叫做艺术授粉。对。哇你们这些小蜜蜂也真的很厉害啊！不过这个计划持续了多久？在2015年，在花莲县文化局的支持下面办了1年这样。1年呢？对。那这一整年来，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其实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更多人知道说我们在努力的事情是有意义的，然后他们双方有促进更多的理解，然后农民知道设计很重要，那设计知道做农并不是想象那么浪漫这样子。对，那是你们的收获。那农民呢，给你们最实质的回馈是什么？你会发现他种的果实越来越大，越来越甜。应该说我们在成果展的时候，就也邀农民到花莲市跟台北参加我们的成果展。是，那他们就跟这些设计师都变得很要好的朋友。然后他们如果有台北展售的时候，设计师们也都会去这些地方跟他们，就变得就更像家人一样，对不对？就是而且他甚至也可以一起讨论。就是我们的作物怎么样，或者是农民也参与讨论说，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的贴纸、我们的包装应该怎么样？对，哇，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靠时间，还有两边，我觉得沟通很重要，对不对？今年已经2017了啦，那2017有这个计划吗？有，其实我们一起办的几个朋友就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要持续。对，希望今年我们正在密谋筹划当中。密谋筹划，但是不是有机会迈向国际呢？因为我觉得，你看每一次任何的游客来，对。就一定要吃到台湾的水果，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就像我们出去，我们吃一吃别的水果，回来还是觉得台湾的水果最好吃了。对，有没有这计划？有，其实透过这样的设计的提升，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让我们的产品可以走向国际。那其实很幸运，像在2016年，我们的像柚皮糖也好，是，或是紫锥花，或是香丁果塔酱，都已经在香港可以买得到了。这么厉害？对。哇，我在很多的地方都有看到。那我那时候就有许一个愿，就是说希望可以把我们花东的产品可以迈向国际。那真的做成之后，我就才要剪头发，所以过去1年都没有剪头发。哇，原来是这样子！我正想说，哇，你的头发也真的是非常符合艺术的感觉，艺术授粉在你身上所以你就许了这个愿望，是不是？对。乡亲朋友啊，我们泰嘎帮他加油，希望他可以剪头发。已经可以的。年后就。那你什么时候要剪头发？应该说大年过完新年要新气象嘛，对。不过讲到新年新气象，这个青年返乡很重要。我们刚刚都在讲农民跟你的关系，或你的艺术朋友跟你的关系，你的家人呢？其实刚回去做的时候，我妈妈那一阵子是非常担心的，因为她觉得台北好好的，对啊，而且收入还不错，记者，然后一切都很好嘛，
对，他怎么就什么都放弃，然后回到花莲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也一方面安抚妈妈啦，然后二方面就是赶快努力把好的东西做出来。那越做越有成绩，妈妈就现在就比较放心了。那你还记得妈妈，你第一次给妈妈吃到你的成果是哪一个东西？那时候给我妈吃那个柚皮糖的时候，柚皮糖，她就很柚皮糖太厉害了，她就也跟很多她的亲友都介绍这样，然后还有我们也跟花莲富里罗山有一个农民契作了有机米，那妈妈就很喜欢那个米，所以就现在家里的米都是固定，对不对？契作的。那爸爸呢？爸爸的话，他很喜欢泡茶嘛，所以其实我在跑的过程就会。他以前是喜欢知道，所以我就会更告诉他很多关于农民的故事啊，农业这些故事，所以他也觉得我在做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这样，所以就很支持。那其实我妈最喜欢吃的水果是土凤梨，那我们今年就有在希望可以再开发一个土凤梨的果茶酱，让妈妈很喜欢。这就是那个孝顺的另外一种方式哈。不过现在说起来，当然可以侃侃而谈啦。不过4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你一定有想说啊，算了，妈妈也不像我做，然后我中间碰到那么多困难，你有没有想放弃过？有啊，其实很多时候第几年的时候，还是一开始其实第1年过完就是有点茫然，就生鲜在转的时候，对，那时候就有点困顿，然后到了应该你那个时候就开始要留长头发。然后第3、第4年其实也经历了，像我们公司的团队也有改变一些，对，然后员工也有一些状况，然后产品在品质的提升上也经过好几次的撞墙期这样，所以那些时候都觉得很想放弃，但是什么样的让你支撑到现在？一方面也是家里一直都很支持啊，就会说没关系，你就拼拼看，真的失败了，家里还不多你一双筷子一个。哎呦，怎么那么感人？他跟我眼中我们的丢子啊，然后所以就觉得还是要冲嘛，毕竟家里还是支持。对，然后后来加入我们的团队的包括我的同学啊，然后还有我们的研发的伙伴，也都很支持我，所以就度过了好几次的辛苦。真的哈，而且你从记者然后转到一个完全是不同的领域。如果现在再给你一次选择，你会想要再重来一次吗？会，认真对着镜头说，重来一次我还是会做一样的创业的选择。那头发怎么时候要剪？好了，聊得很开心哦，然后也希望你这个更多人知道这个花东菜市集有这么多的好物，但是去哪里买嘞？像在线上的话，在我们的网站是搜寻什么呢？花东菜市集，或是在博客来，或是全省的诚品书店，或是花博的神农市场，好秋都可以买得到我们的产品。那粉丝专页我们就搜寻什么呢？也是花东菜市集，对就可以了。而且你要随时关注他到底有没有剪头发，然后我们要继续迈向国际，是，然后有机会也可以大家来山猪坏坏的故乡，就是花莲的奇美部落。对，走一走，然后看看那里的有机玉米的生长的状况，也可以吃山猪坏坏。然后如果你真的碰到彭玉荣先生的话，你也可以告诉他说，其实你可以再开发什么，或者是相关的农民欢迎跟花东菜市集合作，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诚意，而且我觉得很照顾到我们健康的一个产业。是，也谢谢你。今天是除夕。好，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妈妈讲，跟家人说？对着镜头说一下，很难得来。就是创业这3、4年，常常都没有在家里啊，很多时候都没有陪妈妈。那过年当然是一定会在家里吃。是，那谢谢爸爸妈妈照顾我这样，然后还有我的公司的团队都很支持我。那今年我们一定会更努力。好，还有谢谢农民，谢谢所有农民，真的，谢谢你啦。顺便拜个年吧，跟大家拜个年。所有的农民朋友，然后还有我们的家人亲友，都希望大家今年有一个健健康康，然后福气大发财。哎呦，谢谢你，也希望这个我们的继续迈向国际，好不好？好，然后希望你的头发可以越剪越短，因为我们一定要到全世界去了。好，也跟你说新年快乐。好，有空再带点新产品来，没问题，我真的很喜欢，好不好？谢谢。在 VTV 龙泰嘎给社会哈。按多一点路，记得要去法东菜市集买，好吗？这个过年到了，要吃东西之前，好好的运动一下咯，不要走开。